第一杯先敬我媽。我咧自細屋企好窮，我媽咧為咗幫我哋四兄妹湊學費，每日咧要踩個幾鐘嘅單車去到鎮裏邊上班，早出晚歸，一做就係10幾個鐘，一個月落嚟先得個3嚿水。每次加班到深夜翻屋企都係自己一個人，而且咧嗰時係冇路燈，條路好黑好危險，一路咧踩住單車，一路打住手電筒。而佢打工嗰間工廠咧就喺我初中學校門口，所以我哋每次上完晚修咧，一定都會等埋我媽一齊返。每次到禮拜嘅時候咧，既開心又擔心。開心啊係終於唔需要上晚修，擔心啊係剩低阿媽孤零零一個人自己踩住單車返屋企。我記得咧有一次佢踩住單車返屋企嘅時候咧，見到一個飲醉咗嘅傻佬打橫瞓住喺一個馬路，以為係一個死人。因為咧嗰時夜晚太黑，手電筒咁啱又冇電，睇唔見，爭啲碌過去。嗰時翻嚟同我哋講，結果嚇過半死，足足病咗2日2夜。嗰時阿老豆咧係比較貪玩，比較中意瀟灑，長年咧喺廣州嗰邊打工，冇幾何翻屋企，亦都冇咩錢落翻屋企，所有重擔都係壓住我媽身上。我感覺我媽真係好偉大，佢一邊耕種一邊打工。雖然3嚿水真係唔多，但係勉強我可以維持到開支，終於亦都可以完成咗我哋4兄妹嘅初中學業，亦都令到我明白一個道理：勤勞雖然唔可以致富，但係足以可以養活屋企人。所以喺呢度同阿媽你講聲，呢一杯我敬你嘅，辛苦啦。第二杯敬自己。自細咧，我有一個演員嘅表演夢。細個嗰時睇到電視上嘅明星咧，好羨慕佢哋可以賺錢，又可以咁多人追捧，可謂名利雙收。只可惜自己出身寒微，冇背景冇學歷，根本係冇人會用。好感謝平台俾咗呢個機會阿晶遇上咗紅利。從剛開始2015年嘅時候拍短視頻，一直俾人笑傻仔腎仔，拍呢一啲無蛇鬼屌嘅嘢。而我哋呢種所謂嘅網紅，俾人哋嘅感覺就係不務正業。我記得最難嘅時候喺2017年，嗰時為咗專心拍好我嘅短視頻，將自己苦心經營嘅服裝店、甜品店都做到倒閉執笠。嗰時仲未有任何嘅收入，未有打賞，未有直播帶貨，而唯一一台小汽車都賣埋。嗰時第3個女啱啱出世，連奶粉錢都係要靠借嘅，各種嘅信用貸、網貸、精神全部投資晒。臨近開學嘅時候，連小朋友讀書嘅學費都仲未搞掂，而每到半夜嘅時候，我都會借酒消愁，反覆咁樣問自己，究竟行呢條路啱定唔啱？但係睇見人哋嘅成功，嗰時候我就會咬緊牙關，默默咁樣對住自己講：阿晶，你一定要堅持落去，10年之後你一定會感激現在拼命堅持嘅你。幸好，因為我堅持，從打上直播，到探店廣告，再到直播帶貨，而每一次嘅紅利，阿晶都遇上咗，直到今時今日，所有嘅願望目標都達成咗。而呢一杯係敬自己，令自己堅信貴在堅持，厚積薄發，機會永遠留俾有準備嘅人。第3杯敬我老婆。從我開始，阿晶一無所有，到而家感謝我老婆對我不離不棄。對我父母相當孝順，仲幫我生咗3個好可愛嘅小朋友。佢而家已經過咗生育嘅年齡。對於第4胎，可謂講係高齡產婦。對於產後修復、身材管理同埋心理上，都依然面臨住一個巨大嘅挑戰。佢為咗令到我開心、滿足我嘅意願，依然都係選擇幫我生落嚟。老婆，辛苦你，呢杯我敬你嘅，我愛你。最後一杯敬粉絲，最後一杯敬粉絲。冇你哋，冇阿晶今時今日，阿晶擁有嘅一切都係你哋成就嘅。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、開心快樂每一天。多謝。